亲啊，继续来看婚林西里大桥观光文化节，伫中秋3天的连假，9月初9到10月要来举办。啊，今年拄好是西里大桥完工满70周年，西里镇公所安排真侪精彩的活动，会当感受到西里丰富的在地文化。 一年一摆，西里大桥观光文化节要开始啊！今年是大桥建桥满70周年，西里镇公所嘛规划丰富的活动。咱办西里观光文化节吼，这次咱的规模还越大。囡仔上爱的儿童剧场，大家老少上爱，嘛有咱台语的，这金曲的，吼金曲之夜。第三个就是星光之夜。 这摆活动有亲子游乐园、大桥观光巴士，还有演唱会等等20几项的项目。上尾啊，一天的暗时，还有300秒的宴会。要欢迎到咱台湾头台湾尾所有的乡亲时段呢，会当借用呢9月9号、10号、11号呢这3天来到咱西里，行咱的西里大桥，食咱西里的美食。 文化节活动会伫西里大桥开草埔举办，欢迎民众伫这个中秋连假来西里佚佗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